好啦，聽眾朋友，一些廣告後啊，轉到福氣來嚟節目嘅現場咯。今日係8月後息生產線吼，來小解本大家係後生嘅港中人吼，平均講正經嘅平均按認真吼來做呢個郵寄，來推廣呢個郵寄。啊，當然咧會有一道呢個相關嘅媒體是來報道嘛。不過媒體報道可能是係呢個平面嘅啦，也係講佢嘅時間可能是無法度所有嘅時間做下來停定。有一段時間啦，你也就有那個導演停定所以講來做那個微電影，來拍個微電影，你咪變到個微電影裡邊度嘅人主角咧，做對老大家分享下，給下嘅微電影嘅一個大片嘅過程，上來很樣嘅要請到咯。剛開始這個微電影它的前身是一個學生，他要做這個畢業專題的這個。他的畢業條件，那時候這個我們都會去參加這個社區的活動，對，我們有一個創新農村的活動，因為他們會找上一些年輕人，他比較有文書能力嘛，所以那時候他就找我去那邊當總幹事嘛。那我們在那邊的時候，剛好農會他認識了一個慈濟大學的傳播系，對。那個老師當時他教的是政治學，這個老師的想法他也蠻前衛的。他說我們這個政治學不希望學生去參與一些選舉的政治，還是一些立法這種政治然後他的想法就是說，我希望帶給學生最原本的概念，就是這個政治學就是要去營造一個社區的整體的互動。所以他找上我們這個光華社區這邊那他找上我們的時候，他也覺得我這個人很特別，對。那當時他就有推薦給他的學生說，如果你想要拍這個畢業專題，你這個人可以當做是主題。所以有你的自聽的講，你做得做主題嘞。對。那其實剛開始他來的時候，我也以為2個禮拜就好結束了。冇一久，整個幾早2年的時間。2年的時間將老一個每天養嘅幾十片來做出來就好嘅。對。哇，真是呢冇簡單呢。那其實他是待這2年的時候，其實也會覺得說，其實他這個2個學生，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，其實我都把他當成是弟弟妹妹在看。那有到最後的時候，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你想要拍就拍吧。那我也不會去理你了。對。記得即係唔管啦，有2年的時間就停定，可能而家做嘛家己，用嚟去記錄，你係要配合你就配合，迄個唔是配合就有才記得去，可能用嚟做咧。對，所以他那時候他就是有來的時候，他就會跟你講，我今天大概要拍什麼，你可不可以講幾句話這樣？那其實他來我們家的時候，就像家人一樣，吃飯都一起吃。對，那有時候他也會去幫我種一些這個寶樹啦、廣蒲啦。那其實都像大家都是像自己家人這樣子。對，那這個過程的時候，我們在拍這個的時候也是剪補很多次。那其實這個微電影這個也還看到一種相片係你的片陽嘅發表。對，這個是在差不多2個月前，我們在農糧署那邊頒的一個獎項，它就是一個微電影的比賽嘛。對，那時候我們運氣也不錯，他也拿到一個人氣獎的第1名。哇！那這個心有名言就錯的。沒有，他們這個拍得比較好。對，你看有名言啊，還記得還有名言啊？喺講你即家有嘅前東道嘅朋友講，我也還有一個微電影嘅，我有選票啊，故所就有即家去請朋友來投票。多少都有一點啊。對，因為他們其實對農業也有很感興趣，但是家裡沒有田，也沒有那個本去碰，也沒有那個勇氣，最主要是勇氣而已。所以他們就想要去看說這個農業到底在搞什麼。對，因為我以前在高雄讀書嘛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這個西部、南部這邊的人，所以他們要到東部的機會其實是東秀。東秀。那他們就是來看的時候，他也會順便幫我去拉票。對，他也需要去支持。那當然後面也是有一些獎項啊，這個動力。那其實我們剛開始不是要參加這個微電影比賽，是因為我們這個中華市長他有經過這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的輔導，
他外包给一个行销公司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本来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。哦，係安樣，故說呢都係都一個規則嘅一個過程當中啦。其實一年見圖啊，就係個有國家多嘅朋友嗬，然後向下來關心一個農業嗬，咩透過一面天樣咧嗬，本國家多人看到人家有機嗬，很用嘅去堅持去做嘅嗬，我係講也真係係冇咁簡單冇咁改哦。再過來呢，我想有當到嘅朋友啊，就講到一個講到遊山港中嘅一個農民啦嗬。因都結案來講，新來一下要幾多年都做一個有機嘅農業。其實我們剛開始在種這個有機農業的時候，並不知道誰是在種有機，對，因為外表看不出來嘛。那其實比較有名的，就像是我們在這個去農改場上課的時候，會漸漸遇到這些同學哈。像這個同學他是從桃園來的。哇。對。那他主要就是因為家裡也過得不錯，所以他也給他蓋了溫室這樣。所以他主要桃園這個地方都主要是種一些葉菜。那我這個同學呢，他是在花蓮是種地瓜的。哦，做花蓮的朋友做頭嘅。對，那他是一個農二代，所以他本身就有一個基礎在。我下都有港中嘅後生人。對，那他本來也是從桃園這邊做那個物流栽培業，也回來花蓮的。都桃園做一個講到物流栽培哦，用一下動到嘅農產品哦。我七站來買本消費者嘅時節，天初都我來做到嘅就係可能記得冇法度到你嘅農場來買，我來做嘅就係一個可能栽培呀，一嘛嘅。你都喺農場也係有安樣嘅服務嗎？我們農場也是有去做這個服務，對，因為有機的東西它就是銷售要很多元化，但種植也多元，這是它一個特性。初期一定是這樣。那初期的時候，我們也剛開始有到這個年貨大街，是我們最早發跡的地方。年貨大街係個花蓮的年貨大街。對。那剛開始就是我們第一次出來賣，那其實就發現說，零售的時候是對我們來講是蠻有利。不過中亞嘅有機場在 T100啊，嗬，出來冇擺我擺攤咩嗬，我來買一條場菜嘅時節，你講啊，後生人啊，嗬。哈維斯或者係你講講排泄啊，吼，這唔敢很人來買，就是你可能要在擺攤的時候要跟客人互動，就是消費者要互動的時候，剛開始的時候跟現在應該是不太一樣。不一樣。那時候是大概的一個樣子是一個模式哈。像這張圖片的時候啊，我們剛開始賣的模式，其實我遇到的貴人很多。那其實我都，像很多菜攤，他是這樣坐着，默默的都不講話，就是等你自己。就默默的在那裡就看，你要來買要來看，你選好了我就付錢，這樣就好了。對，完全都沒有互動的。對，也係後生人這樣可以試給他。對，所以我們剛開始在年貨大街的時候會這樣，但是之後發現說，其實你有喊一些叫賣的時候，它會引起他的注意的。用市場這樣會鬧捏啦。對，剛開始一定不敢喊。但是如果說，你今天出來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回去的時候，你的只有賺那一點點錢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很可惜那個時間。因為的時間都全部都壓嘞，結果還沒賺到錢，東西又沒買得。對，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喊，結果發現說，其實喊的時候有一個樂趣在。對。你可以很像在繞口令這樣子繞，別人也很喜歡去聽，他也會來買，我覺得是一舉數得啊。那之後我們就在賣的過程的時候，因為以前我們都是在服務業嘛，就想說要怎麼去感動這個客人，所以我們就抓住了我們自己本身的特性，我們會去認人，我們可以把他認出來，甚至把他的名字都給叫出來，他就很感動。對一個唔敢喊人來買，到一個記得你嘅也來買過嘅人客，真正能記得佢100幾行100就會人來前唔來買咯，嗬。也係到啲一個市場行嗬，直接老誒消費者來面對面嘅時節係安樣嘅情形。我相信老消費者面對面嘅時節係做得好多動作，不過一下嗬，講到有機嘅種作方式，要動多年嘅行銷嘅方法咩嗬，除咗擺攤咧。韓國頭先講到栽培以外，
你都网络也下面是一种同好的方法嘛？网络你很用来去做的呢？网络这一块哈，我们刚开始网络这一块是因为有这个农委会它提供一个计划，就是它就是叫做电子平台的计划，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你自己的网络销售的时候，它就会拨一些奖励金给你，所以我们就刚开始去设立这个网站。对，那设立这个网站的时候，就开始鼓励这个客人你想要看什么菜，直接去网站上看，不用一次都跟我电话在那边讲要漏等，他就听不懂。上班哈，你记嘅，有记唔错，也係講記要講唔錯，哎呀都懂麻煩嘅。故說都透過網絡來注文，係一種嘅好方法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列了一张，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菜，这些菜它的种植方式，还是它有经过怎样的身份证认证然后来去种，再去经营这个网站。对。但是这个网站开始经营是很辛苦的。你跟网站的名我的网站的名字它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一个 OK，然后 dash， 然后 FOOD，就是 OK 的食物的意思。懂简单啊，韩国咩懂好记对，那其实会去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也是刚开始我们在设这个农场，它有营利事业登记证的时候然后那个他就说你要设什么名字，我就觉得说，其实设什么名字都很好听，但是常常会发现客人他会忘记一个东西，就是。比如说你设这个很好听的名字，但是客人他都记不起来，那你用一个比较简单、比较好记的，记得起来也较重要啦吼。你讲做也该填写喺数字，咩爱累积也该经验。不过老农民退休咧也填病房咧冇人讲，也得宝贵嘅经验嘛，是冇人来传承。你讲病呛呛嘅吼，下一摆係讲所有嘅农产品都爱意思真巧嘅做有氧当电人讲咧，好得有像人讲应该病菌，记得按有热情嘅好生意，我去做台湾嘅农业嘛，就會有希望咧見每當節目病菌來到節目嘅現場咯，安子說。安子說，有空再來發聯聊。好啦，節目你嘅病菌啦你見每日嘅好食生產線就都也來聊下講下聽嘛，就聽聽運動先生叫下來學運動什麼大家。